各位朋友，我係發仔。平時大家上網開咁多 account，玩咁多唔同嘅平台同 APP， 密碼係咪多到根本記唔晒？如果全部都用同一個密碼，萬一唔記得咗，就真係全軍覆沒，乜嘢 account 都登入唔到。今日想同大家私心推介一個我自己都裝咗，而且真心覺得好用嘅密碼管理器 Proton Pass， 無論你係 Android 玩家定係 iPhone EOS 用家，都完美支援。最重要嘅係佢個免費版已經超級夠用，有幾樣無限制嘅實用功能，一定要推介俾大家。Proton Pass 免費版5大必用亮點：一鍵自動填寫，唔使再死記爛背。平時喺手機登入網站或者 App 嗰陣，佢會自動彈出嚟幫你填好帳號同密碼，慳水慳力。以後唔使再試密碼，試到鎖 account。全面照顧 Android 及 iPhone 手機電腦無縫連動，好多密碼 App 免費版限制多多，但佢係免費任你跨平台同步。無論你部手機係 iOS 定 Android， 只要裝咗 App， 再喺電腦瀏覽器例如 Chrome Edge 裝埋佢個擴充功能 extension， 電腦都可以同手機一樣做到一鍵自動填密碼，無限制儲存，無限個帳號，免費零廣告，版面超清爽。出面好多免費 App 都會狂彈廣告阻住晒，但 Proton Pass 免費版係完全無廣告，版面乾乾淨淨，唔怕撳錯，用起上嚟極之順暢。AI 級別防護，生成超強密碼，每次開新 account 諗密碼諗到頭痛，佢可以1秒幫你將一串極度複雜，連黑客都破解唔到嘅隨機密碼，然後自動幫你 save 低。瑞士頂級安全標準，採用嚴格嘅端到端加密 end-to-end encryption， 即係話除咗你自己，連 Proton 公司嘅員工都絕對睇唔到你嘅密碼資料，安全度爆燈。可能大家對 Proton AG 呢間公司個名有啲陌生，點解我咁放心將啲密碼交晒俾佢？因為佢喺科技界同網絡安全圈子入面，絕對係神級嘅存在。等我同大家大起底，點解 Proton 呢間廠咁值得信賴？科學家級別嘅頂尖團隊，呢間公司係2014年由一班喺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同麻省理工學院 MIT 相遇嘅頂尖科學家創立，由研究宇宙起源嘅大佬去幫大家寫加密程式，技術含金量極高，絕對唔係普通雜牌軍。全球最嚴嘅瑞士私隱法保護 ，Proton 嘅總部設於瑞士日內瓦。因為瑞士擁有全世界最嚴格嘅私隱保護法例，即係話，就算係外國政府或者大機構，都絕對無權隨便要求佢哋交出用戶嘅數據，真正做到你的資訊只屬於你。全方位嘅私隱生態圈，除咗今次介紹嘅 Proton Pass， 佢哋最出名其實係全球最大嘅加密電郵服務 Proton Mail。我平時上網查靈感同素材必備嘅 Proton VPN 都係佢哋出品。佢哋成間公司嘅初衷就係為咗打破網絡監控，捍衛大家嘅數碼自由，開源透明，無廣告零出賣。佢哋所有 App 嘅代碼都係開源 Open Source 嘅，即係歡迎全世界嘅網絡安全專家一齊金睛火眼去檢查有冇漏洞，光明正大。而且佢哋堅持唔落廣告，絕對唔賣用戶數據，純粹靠大家覺得好用而支持。營運模式超級乾淨。作為一個成日要接觸唔同科技平台，又要管理一堆工具 account 嘅人，呢個 app 真係幫咗我好大忙，超級有安全感。總括嚟講，將自己最重要嘅密碼交俾一間背景咁硬淨、理念咁清晰嘅公司，真係可以安枕無憂。如果你都想保護好自己嘅網上私隱，唔想再為記密碼而煩惱，強烈建議大家都去 Google Play Android 用戶、App Store iPhone 用戶或者用電腦瀏覽器 download 嚟試下，免費版真係好安心。